艺人迪英、孙鹏独子孙安佐去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，因向同学扬言攻击学校被捕，被关押260天刑满或是返台，成功从恐攻囚犯转型为 YouTuber。不仅许多网红争相和他合作，还有业配找上门。有网友见到孙安佐返台人气竟如此高 ，PO 文痛批他害了我们所有台湾人。一名网友在 Dcard 论坛上 PO 了一篇题为“孙安佐害了我们所有台湾人”的文章，一开头便写道：在大家嘻嘻哈哈看着孙安佐和馆长打拳击的影片的同时，我们可有想过他害了我们所有台湾人？该网友指出，孙安佐被美国驱逐出境后，大家把他当网红捧，但其他国家会怎么想？天啊，这恐怖分子回国后竟然大受欢迎，被崇拜。台湾人轻浮到把恐怖攻击当玩笑，强调孙安佐一点也不酷，他就是个害了我们所有人的屁孩。该网友更进一步指出，两岸情势紧张，大家还想要美国当靠山，凭什么？威胁把人炸了还有脸求别人帮忙？他也认为支持孙安佐的人，根本是间接和世界说台湾人不把恐怖攻击当一回事，完全不尊重其他国家。贴文一出，引起不少网友共鸣。有网友留言表示，他真的是个屁孩，不懂在捧三小，台湾人健忘。终于有人说一点人话了，台湾人不意外。但也有网友认为美国人有闲到在意一个台湾屁孩。有几个人能在地图上正确指出台湾在哪呀？您太膨胀了，我人在美国宾州。根本没人听过看过孙安佐新闻。